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南中西区有一栋砖仔起的老厝，昨暝外7点时阵着火，消防去到现场，大概用半点钟甲火拍花。不过60岁厝主甲伊95岁老母煞走袂赴，这对母仔囝不幸过往，可能是因为厝内囤伤侪物件，影响长生的导线。按照详细原因，该等警方来调查。 火种面体含入火海紧烧到场的时阵，已经全部拢烧起来，火势真紧就控制掉了。所救人员在厝内找到2个受困的人，已经无生命现象。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它火势已经非常大了。那我们听到周围的邻居描述说，有2名人员受困哈，那我们就马上立即展开抢救的一个工作。 那现场的巷道也非常的狭小哈，然后里面也堆积非常多的一个杂物哦，所以说我们在救援上有一点困难。火灾现场是台南中西区的一栋红砖老厝，23暗时接近7点发生火灾，警消出动21车34人到场拍火，半点钟火拍花，暗过95岁阿嬷甲60岁后生未赴逃生死亡。这阿嬷的祖厝，叫伊搬出来，伊都无爱的。 我物件足侪呢，看迄涂骹。甲讲无要听。孙仔表示，阿嬷无行动不方便，目前详细导火原因，还佫为虾米2人未赴逃生，是因为现场囤伤侪杂物，也是有其他原因，拢成做调查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